拍一套電影係需要咧好多方面嘅配合㗎嚇。咁以演員嚟計咧，如果拍靚仔靚女戲咧，最緊要咧就係個攝影師拍得自己靚。但係跟住落嚟咧，幫我哋頒發呢個最佳攝影嘅嘉賓咧，即係攝影師啊，見到佢咧都要講聲多謝，因為咧佢每一個角度咧都咁靚仔嘅喎。咁佢係邊個？知唔係哥哥張國榮啦？而家有請佢出嚟幫我哋頒發呢個最佳攝影獎 ，Leslie。大家好，我開頭以為冇人知道我而家頒係咩獎，原來 Dodo 一早已經講咗，咁同嗰個劇本好似有少少出入咁啊。不過冇所謂啦，就係始終都係要頒最佳攝影獎啦。點解最佳攝影咁緊要咧？好似頭先 Dodo 話齋咧，其實 Dodo 非常靚女啦嚇，但係咧喺啲靚即係拍得好嘅攝影師即係嘅角度之下協助咧，就真係更加美若天仙啊！咁啊，包括我一個咁矮嘅男明星出到嚟咧，都可以有成6尺咁高啊！就係呢個角度嘅問題啊咁。咁啊，同埋咧，我覺得咧，攝影師咧有陣時好多人咧低估咗，永遠就話一啲電影咧嚇，永遠都話最佳導演啊、最佳演員係最緊要。其實我覺得攝影師係非常咁緊要嘅，因為尤其是香港嘅攝影師，我唔知係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啦。好多嘢咧都關佢哋份㗎噃。即係譬如話去到啲埋到位嘅時候咧，嗰啲道具梗係攝影師睇下呢個花擺呢度啱唔啱啊咁啊，梗係唔會問導演先嘅，導演咧梗係最後嘅。咁同埋咧就係話拍一部戲嘅時候咧，有啲鏡頭咧已經完成咗啦，但係咧導演話收貨，老闆話收貨，但係個攝影師話導演我都唔係覺得好 comfy 咁我想再嚟多個，咁樣咧導演咧始終都會讓步嘅。咁所以以下落嚟咧，其實就係頒發最佳攝影嘅時候，大家請睇下提名名單。榮獲提名最佳攝影嘅有關本良《越快樂越墮落》，中意都冇所謂啫，我都有個女朋友，我中意佢㗎。鮑德希·安娜·馬德蓮娜。劉偉強《風雲雄霸天下》，黃岳泰《不夜城》，馬楚成《玻璃之城》，馬上揭曉最佳攝影嚇。第1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，黃岳泰《不夜城》。我見親哥哥都攬住佢食，因為佢實在太靚仔。以下落嚟咧就係容許我再企喺呢度，就係請一位美女出嚟，佢亦都係同我一齊頒發呢個最佳女主角嘅一位 partner， 佢就係阿飛，王菲。阿飛啊，係，即係我覺得咧，而家咧做最佳女主角都幾難，因為點解咧？好多人咧就睇喺銀幕上嘅你咧，當然要求你就係最佳嘅女主角啦。但喺新聞上邊咧，亦都希望你係最有價值嘅最佳女主角。咁你覺得即係呢樣嘢邊樣難啲？即係你點睇？我覺得兩樣都好難咯。首先我不嬲都對自己做戲冇乜信心嘅，所以我覺得好難。第二，你欠啫，你都曾經攞過提名最佳女主角嘅喎。唔好講呢啲啊。第二，講咩啫？講打麻雀咩唔通？唔好為難我。OK。繼續落去。第二，
第二係即係新聞女主角新聞女主角係啦。咁我覺得新聞女主角根本就唔係我自願㗎啦，人哋逼我做嘅啫。係啊，我都做過啦。所以都好辛你女主角。男女主角差唔多啦，一樣嘅啫。所以兩樣都好難咯，但係我覺得都係做戲入邊嘅女主角好啲。如果做得好咧，仲有獎攞。冇錯，咁我覺得即係阿飛咧，亦都喺好多人嘅心目中係一個最佳嘅女主角嚟嘅。不如大家睇下今屆嗰5位，即係而家心卜卜跳嗰5位提名人先。榮獲提名最佳女主角嘅有舒淇《玻璃之城》。咁你翻屋企做你好太太。我一開始都唔係一個好太太，而家唔係一個好情人。邱淑貞越快樂越墮落。然後話我知你仲好錫我㗎，叫我唔使驚，唔使驚呢個咁嘅衰人啊！吳君如《古惑仔情義篇之洪興13妹》。好鬼憎你㗎，不過等錢使冇計，係咪好拉人啊？你邊個啊茂你？你冇掂我，你冇掂我，我謝佢。梁藝玲真心英雄。你打翻邊個翻嚟？最高話唔要見到你哋㗎。聽到啦？你聽到啦？係咩人啊？你本身為佢賣命，佢咁對你啊！袁詠儀我愛你。第18屆最佳女主角吳君如。有佢2次都我翻俾你嘅啫，你攞去洗啦。唔使多謝我唔係想喊啊，我好急啊！